冇福報嘅人咧睇唔到呢條視頻。假若最近嘅生活運氣唔順，周圍都碰釘啊！平時明明冇做乜嘢，但係感覺情緒低落，真係好攰。又代表呢個人陽氣唔夠，容易比較攰。呢啲咁嘅體質，嗰時我睇到都唔知道我應唔應該提醒佢哋。所以當你睇到呢條視頻嘅時候，就你時來運轉嘅時間啦。記住師傅以下呢樣嘢，運氣就體內之氣，一嘆就窮3年，經常唉聲嘆氣嘅人，只有增加佢嘅霉運。所以大家有時一定要管住自己把口，同時我哋都可以借助一啲外物嚟支撐自己，用一種吉祥嘅物品嚟增加自己嘅運氣。假若你最近覺得自己財路好似俾人塞住咗，咁你試下用佢嚟幫你疏通一下啦。呢個唔係迷信。天然嘅黃水晶係充滿招財嘅能力嘅。大家知唔知道黃水晶嘅能量咧，可以俾人哋激活而更加增大啊，令到你嘅生活更加有好嘅變化。就專登入邊加埋沉香喎。修行嗰啲朋友就知道啦，沉香喺世上呢種植物係非常之珍貴嘅。傳聞嚟講，神明係非常喜歡呢一個味道，你都會俾呢個味道吸引。當佢哋聚喺你身邊嘅時間，呢個氣場就俾你感覺到非常之好啦。黃水晶只有戴啱咗同埋擺啱咗，佢先能夠發揮佢最大嘅能量。嗱，如果呢條黃水晶戴住，一定要戴住喺左手先好出街，佢會幫你接收喺你附近嘅對你啱嘅嘢。嗱，如果喺屋企咧唔用嘅時候，放低屋企嘅財位嗰度，咁啊記得入屋左邊嘅時間呢個位置咧係可以放佢嘅，可以穩定同埋加強屋企嘅運勢。如果你放喺辦公室裏頭咧，特別係左手邊呢個青龍位，嗱，佢會能夠接收嗰邊嘅正財運。同埋佢嘅權力運用，仲更加增加貴人嘅。對我呢個行業了解嘅人都知道，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黃水晶，係已經注入咗我豐富嘅招財能量。無論你係創業啦，或者做生意啦，甚至你做啲公關嘅關係啦，可以講得對你一定增加力量嘅。如果你對呢條手鏈係感興趣嘅，可以點擊下方嘅小黃車，將呢個財富嘅機會帶翻到你屋企度。